这是我吗？当然是你啦。安，你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去你的房间吧。我们重新装修了，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房间了是吗？这个就是你的房间。东西还是乱丢，早知道设定的时候把他这个坏习惯改掉。嘘，好，以后他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讲这个话题。知道就好。给他换个新的就好了。不用，我准备不给他买手机了。手机天天放在身上，电磁波会干扰到安安的。以后我们在家里应该多一点时间聊天谈心，哪还有时间看手机啊？